继续来看新北市的万里，早起发生着严重的车祸。伫上班的尖峰时间，一台连结车可能是拄啊转弯，佮拄着路架，结果规台车全触链失控，甲一台国光客运来相撞。这个客运的驾驶甲乘客有28个，有10外个受到轻重伤。讲其中一个是这个39岁乘客，伊坐伫个上倒边上头前，伫咧两台车相撞的瞬间，都无呼吸心跳咯。客运驶来，才准备要转弯爬行，后一秒连结车就冲过来，两只车相撞，电火条啊拢断去。连结车的钢条是散到满世界，弄甲真大力，现场拢总营业。挡风玻璃是拢总碎去，车身嘛落落，连结车的车头嘛咪咪冒冒，规只车摊起，驾驶搁把掉伫车内。连结车的驾驶意识清楚，赶紧送医检查伤势，不过闪袂过客运，险啊着轰撞落去，伫要三站楼悬的边坡，到在最后是掉伫咧护栏的边仔，才无造成并车，不过已经造成死伤的事故。我前面那个人更严重，他已经叫不醒了。是啊，我有拍他。我的他坐在最左边最前面。客运是为金山开往台北的路里轰撞到，车的倒边是拢总毁掉，当时包括驾驶甲乘客拢总有28个人，39岁有线乘客坐伫咧上倒边上头前挖窗仔的位，撞到的瞬间，当场就无喘气心跳，送医了后也是救无活。那当时车顶的乘客是拢惊甲害去。撞击的时候就是整个弹起来，那个玻璃色片整个都在飞，撞击力应该蛮大的。然后大家就在想要怎么逃。今仔日透早伫8点是上班的时间，国光客运一般硬广的路线，经过新北市万里的庄仔厂，连结车拢在钢条，敢若是转弯，阁是出夹，规只车就失去控制。在过弯前，我就看到我前面的重机车有踩刹车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我也跟着踩刹车，然后刹车就在我面前翻覆。连结车的钢条若再较低，有300公斤。连结车的驾驶嘛有受伤，那客运有5个人轻重伤，其中1个人重伤不治。驾驶说他已经跨过双黄线。国光客运甲连结车的业者第一时间拢到场关心，那详细的事故，阁需要等调查清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